其实阿全冇捱啊，當只冇生意好，去賣場看你賣嘅東西嘅時就冇生意。數百呀，數百做乜嘅？數百買呀就四價天，因為其實我唔敢冇做下，古時候用呀就四價天啊，我其實做得做非常多種嘅料理，咁樣就唔驚健身咯，不會食到呢個。韓國其實像係呀就價天，像天鍋啊、微波爐呀的東西，大家可能會想講，微波爐搶做得價少，是會天天啊，不過其實唔單搶安尼哦，今日阿全妹就愛來用微波爐來做一品料理哦，先去冰箱拿出我準備好嘅食材。好，我準備有雞翼，還有四雞髀。其實自家以上顏色當好嘅，所以有肉、有菜、有飯一菜就 OK 咧。故所今日阿全妹愛教大家來做將花菜雞翼向下來做哦。好，其實要做雞翼啦，就係兩件事情要注意到。第一就係那個味道有滷落去有入味冇。第二就係呀雞翼煮嘅熟冇。故所呀兩件事情，聽說要特別注意到哦。也係阿全妹就會來教大家按用嘅，拌雞翼又會入味又會變熟。好，也係你先拿呀雞翼起來。好，雞翼拿起來以後，放到正邊方，你做得拿一嚟切咩？然後佢按嚟動啊，好動一下，聲音唔好動到樹哦。好，然後佢動啊，按嚟佢就會將會下入味。好，不用得。除咗用動嘅方式以外呀，迄假使講有另外一種雞翼係按呢，就是我都喊佢按到四雞髀，像按樣嘅四雞髀呀，加個鴉片嘅肉當盤，故所有嘗試呢個煮嘅時間佢就唔會熟，故所我就會拿剪刀，然後佢剪啊，比如講像按呢，我就會攞佢剪一下。鴉片咪攞佢剪一下，像按樣嘅方式，按嚟佢就會入味，韓國每動腳就會熟了。我今本日差唔多係做3支雞翼，3支四雞髀。好，按樣好嘅以後，因為愛攞佢滷一下嘅。其實阿全妹當建議大家，比如講你係上班出嘅飯，當做時間，了嘅時間就做得出去買一下你按部頭愛煮嘅東西。韓國你辦公室就做得拿按樣嘅菜葉、地肚，來滷一下，按嚟佢按部頭就停就做得來煮東西。既然愛滷愛標乜嘅東西呢？愛標香油、韓國米酒、韓國鹽、老糖也四項東西，因為會花菜醬雞髀，故所聽說要有醬嘅部分。一下就來加一下也係調油，然後佢加落去，好，加調油，韓國米酒做得每本佢油嘅肉嘅出熟嘅米絲，韓國鹽來標鹽，韓國糖。好，按樣變落去以後，就做得攞佢封起來，按你攞佢添嘛，攞佢重量一下。記得啲滷嘅時間，聽說要變到冰箱底度哦，做唔得就變到腦杯，聽說要變到冰箱。好，也變順湯。接下來呢，要教大家係當接去買花菜。其實花菜係一項當利片嘅食材，用版眼會按嚟講，因為其實佢一年四季都有。你寒天嘅時節，台灣自家會出產；熱天嘅時節啦，咪會有當到啲美國來進口嘅花菜。故說一年四季都食嚟到唔是什麼亞項食材。跟你買到呀花菜嘅時節，有嘗試買種不卡可能想要標一下，冇想要按腳色，你就做得拿呀，哈，
捞佢包起來，後背咪強用，撈佢安尼包起來。因為像遐條菜葉的啊，迄假是講有個水蒸氣，有個水氣，放到冰箱底度，佢就當會免體。撈佢包好以後，放到遐塑膠袋嘅底度。好，厝體遐發出貴粒嘅保存。其實吼，遐發出基本日會做嘅係一類一類、一細類一細類。故說阿佢每當叫做氣封片啦，我就按呢一隻數一隻數就撈佢薄薄啊。洗好也係洗好嘅，撈佢薄薄啊。要薄好以後，可能我根本日唔是適到按度，我咪會撈佢保存起來。迄個我唔是適到按度嘅話，我就會撈一部分強用，放到遐台嘅底度，放落去，放到台嘅底度。好，我咪會撈佢放到遐台嘅底度。安尼其實我就做得放到冷凍庫，迄個我愛設的時間，我這個撈佢拿出來淥淥啊，加一些些蒜頭，加一些些的鹽，安尼就做得設嘞。故說安尼保存咪當方便。好，接下來哈，因為哈我前一暗步有幾件先滷好一包雞髀同色雞翼嘞，故說以後就撈佢放到遐碗底度，然就天天愛來做麵包的通醬料。先撈青菜放落去，因為青菜愛下久條的吼，青菜放落去，然後再個加水，好來加水落去，好，再過來撈人滷好嘅雞髀放上去，一支一支嘅放上去。好，按用放上去以後啊，然就做得拿起麵包了。記得愛麵包的時間啦，聽錯愛3分鐘、3分鐘、3分鐘，半次來麵包，千萬做唔得100種麵包當叫，安尼會有危險哦。故所以下就來撈呀，拿落去，落去，韓國記得嗰嘢鹹蛋。差唔多中高溫的溫度撈佢麵包3分鐘。好，既然吼也係花菜醬雞髀，故說聽說有醬啊，cái醬會用嚟來做喏。然後得拿到嘅呀蔥誒，蔥誒撈佢倒落去，蔥誒倒落去。好，再過來係。辣醬做得加一些些嘞，有啲人好食甜的，好就做得用甜辣醬。迄假是講唔同好食辣，全部辣醬咪做得。放落去，韓國撒下來，再個加調油。好，個位係糖，加落去，然後佢攪攪啊。好，等下麵包好以後啊，這個溫雅醬就係一品都好食的花菜醬雞髀料理了。好嘞，叮一下就好誒，一下夾夾撈佢拿出來。真係豆香呢！當然想想吼，按用麵包爐叮一下就有暗好食的料理出來。好，其實家下會有加一啲啲的水落去，故所要帶下其實係有一些的水嘅，因為撈東西拿出來，呀水就唔是流嘅哦，就做得來得體咧。韓國吼，聽說愛記得再個提醒大家，麵包爐麵包熟東西，聽說愛3分鐘、3分鐘、3分鐘，半次來麵包，韓國愛看廿部卡嘅麵包爐嘅功效好呢。
能有幾多？這樣做得啲，牙嘅東西要鬆毛，聽說愛彌補到縮這樣做得咯。將阿權妹牙牙啲拿出來嘅時間，我都會小可會檢查一下我嘅肉有鬆毛，故說大家啲不卡咩聽說愛做一件事情咯。好，一下就做得老肉拿出來，拿出來。好，做得小可會老幾擺盤一下。給擺好，好，給一，飯菜，好，韓國唔記得咯，家下還要調醬，醬愛留佢連上去，好，哇！呀，連鐵醬吼，看起來就冇共用了，就像個傳統煮出來嘅高級嘅料理共用，看起來就唔像係呀米波爐自家啲土房地度做嘅料理，完全看唔出來。韓國吼味道愛本呀細韓卡醬，其實我會加一些些芝麻麻嘅料佢加上去，好鹽都會上去，好。故說其實好東南想想呀，米波爐強強的點一下，3分鐘、6分鐘按呢，時間過太咧，就有一瓶按好食的料理來做出來。故說哈阿權妹嘅一菜就按樣就結結咧，係唔係咁簡單啊？故說大家夾夾去點一下牙鋪卡嘅米波爐，沒有好食的東西會上桌哦。一下阿權妹我來食東西咧。聽到來，上層嘅 FV 本睇噶，看一下牙做嘅有幾好食咧。